大家好，我係布甸啊！你知唔知點解近年咁多香港人想要移民啊？今日帶大家了解一下點解香港即將或者已經發生緊移民潮啦。根據香港政府公布嘅數據顯示，喺2019年至到2021年期間，香港人口淨移出嘅人數超過13萬啊！而喺今年疫情都仍然未平息嘅情況下，第一季嘅人口淨移出數更加高達14萬啊！咁有啲人就想知道點解接近800萬人口嘅香港每年都有咁多人想移民出國呢？為咗揾出答案，香港民意研究今年3月底公布咗相關嘅街頭訪問調查結果，其中24% 嘅民眾咧就有計劃移民。移民嘅原因方面，35% 嘅人咧就答同香港嘅個人自由有關，以屋企人嘅前途，仲有香港嘅政治等等嘅因素都佔16%。就連香港嘅特首林鄭月娥都承認香港人才流失係不爭嘅事實。咁由此都可見啦，回歸中國打理之後嘅香港已經令土生土長嘅香港人覺得留唔住啦。而個人認為國安法就係其中令市民感到唔安全嘅原因。根據香港入境處統計數據，2020年7月1號國安法實施之後，至到2022年4月2號期間，由機場淨移出嘅香港居民高達32萬人啊！最後只能夠希望我哋香港嘅市民可以好好咁健康安全咁生活，大家都能夠活出自己嘅一片天啦〜